的负责人，总是迄人会行做是硬心佮凶恶。续接，咱跳到第9节。台北的少年人教，就将这个话用台北的名拢甲南北讲，就静静听候。南北用台北的罗卜讲，台北是之水，耶西是之的囝是之水，近来坐坐罗卜陪伊的主人，我的饼，我的水，为着遐剪毛的人。剪羊毛的人，我所抬的精神的肉，要互剪羊毛的人。我检通互遐个，我毋知伊对倒落来的人嘛。咱阁跳到14节。拿八遐个少年人中间有一个来对拿八的某阿比该讲，台北对旷野找使者来请安阮主人，主人反倒转小屁因。总是遐个人款待阮真好，阮伫田野，甲因往来时阵，拢无受伤害，也无受到什么。阮伫因遐饲羊的时，因每日做阮的围墙，但你着知，也着拍算，看你怎样行，因为有安定着意思，要害阮的主人甲伊全家。伊的性情凶恶，无人敢甲伊讲话。续接，咱来跳到23节。阿比该看见台北，就紧紧对伊的驴落来，伫台北的面前压落头，拍伫地。第二拜伊讲，拍伫伊的骹前讲：我的主啊，愿这个罪归伫我，求你准你的女婢讲互你听，搁求你听你的女婢的话，求我的主无得。对于这个无下落的人拿八，因为伊的名是怎样，伊的人款也是安尼。伊的名叫拿八，伊做人果然愚戆，总是我的主所找来的少年人，你的女婢也无看见。我的主啊，耶和华既然禁止你犯着害死人的罪，用你的手报家己的仇仇，所以我只应话耶和华甲你的话命来咒詛讲。愿你的对敌甲计谋害我的主的，拢亲像拿八。第27节，当你的女婢所带来，互我主人的礼物，通互军队我的主人的少年人，求你宽赦你的女婢的罪过，因为耶和华的确互我的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为我的主为着耶和华交战，佮互你，佮伫你一生的日。无查出你有啥物过失，虽然有人起来追逐你，笑想你的性命，总是我的主，我的性命要伫耶和华你的上帝遐包伫活命的包内。你的对敌的性命，耶和华要互伊出来，亲像对用抛索的中间抛出去一样。到后日，耶和华照伊所应允我主的福气，来一尽行伫你，设立你做以色列的头。当迄时，我的主毋免为着流无罪人的血，伸家己的冤，得到有甚物忧闷，也是心内有家己责备。耶和华赐福予我的主的时，求你纪念你的女婢。32节，台北甲阿比该讲，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是应该阿乐。因为伊今日找你来拄着我，你的智慧也通学了，你本身也通学了。因为你今日阻挡我犯着害死人的罪，无用家己的手报家己的仇仇，禁止我伤害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我只着用我来咒詛。若你无紧紧来接我，到明日早起，见拿八。会决断无留一个查甫囝，台北受阿比该带来的物，就甲伊讲：你通平安倒去你的家看，我有听你的话，带着你。咱跳到39节，台北听见拿八已经死，就讲应该着俄罗耶和华，因为我对拿八的手所受的凌辱，伊有甲我伸冤，佮阻止罗卜行歹，耶和华也互拿八会歹归到拿八的头壳，安尼。台北就找人去，甲阿比该讲，要带伊做某。以上，即
即是咱要请咱本堂电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沟通的艺术，第四慢慢受气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大爸悲上帝，愿感谢你的带领，愿咱当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也感谢，互阮伫即个月来，阮透过灵命操练，就是安怎有好的即个沟通，阮来学即个沟通的技术，望阮会透过阮的同理心，然后照着雅各书所讲的，讲就紧，听就慢。听就紧，讲就慢，也收起就慢，安尼来学习。望阮甲人中间的一个沟通会当愈来愈好，阮就会当有机会会当来传福音。当阮今仔日也要甲主三甲来坐倒，求主你陪伴阮的心。今仔日也是阮教会的设教纪念主日，阮感谢过去47年中间，主你的保守、看顾甲带领，求主继续施恩伫阮的心上。但阮恳求主，你赏赐阮每一样谦卑、敬虔、顺服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我咱的祈祷、恳求、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当咱伫灵命操练中间，今日咱伫沟通艺术，咱进到伫最后一个礼拜，就是咱受气就爱办。当咱伫即个过程中间。咱望用4礼拜去学习这个沟通的技术。沟通的技术是要互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来愈好，然后咱嘛较有机会当甲人进一步的这种交谈，然后咱再办法当将福音来传互人。所以咱感觉这个上个重要就是要同理心最基础。所以咱有学习到什么叫做同理心，咱可能买过来学习。然后咱讲到咱讲听就爱得紧，然后咱讲就爱慢，受气也就爱慢，就是今仔咱所要学习的。咱来学习讲什么叫做同理心？同理心毋是咧讲对还是毋对，乃是讲咱将心比心，咱会当感受到对方伊所讲话后壁的即个情绪，甲伊的感觉是啥物。咱深深知影伊所讲即个话意义是啥物，伊的感觉是啥？迄是真受气，迄是真安尼忧闷，还是真安尼甚至嘛是怨妒讲出来的话，还是真忧愁等等，这个是。然后你去将伊的话甲伊讲出来，讲你敢看起来你敢若安怎，听起来你敢若安怎？安尼时对方就讲安尼你是真知影我的意思伫咧。然后咱有办法伫迄所在继续去。后壁佫继续讲。当咱讲到这时，咱就讲同理心了后，咱头一个听就爱紧，听爱紧的时，就是讲你用同理心注意来听。你要安怎注意听？你当然爱面爱看到伊常时毋是干那听伊讲的，你嘛得看伊的即个伊的行为，甲伊即个身躯所要表示出来的即个意思是啥？就是body language到底是啥？然后咱佫要反映出去，所以即个敢若咱讲敢若行共款咧反映。那呢是咱这讲就爱慢，到底安怎？伊意思乃是讲你爱讲了真实的，经过你斟酌想了后，是将你真正的意思会当人讲。所以咱叫做这叫做 I message， 就是真我真的我所要表示的。但是意思毋是讲你凊彩我就是。我既然是若是要讲我就安尼凊彩会使乱讲话，凊彩受气，凊彩骂人安尼，毋是。伊是要讲你得爱将这代志讲互清楚，内底包括3项代志。头一个，你要讲什么代志，然后你对这项代志你的感觉，你的这个想法到底是如何？然后再讲我的期待是啥物？那呢，现在就当将这项代志讲了清楚，免搁伫迄个所在一直解说。那么对所罗门王，伊要安怎去讨即个香柏树，要起圣殿的时阵，伊安怎甲即个其他即个国王伫遐讲的是，迄个国王真简单，伊就了解，伊就讲我愿意安尼做，还是无愿意安尼做。结果伊是愿意，搁伫迄个所在学了讲，这个所罗门王真有智慧伫咧。当然，今日要讲到即个受气就爱慢的时阵，咱爱注意的到底是啥？原来咱感觉讲，咱咧处理代志时，咱拢感觉咱应该有智慧啊！你哪会遮尔无智慧？去想讲，你无智慧，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，没有常识也要看电视。哦，敢若讲也敢若真有道理安尼，意思是讲，你至少一般的这种知识伫咧，但是有影有知识就会当解决代志啊。
我相信已经科学还是真侪人已经拢非常知影，咱人要成功，甲人中间有其实是伊的 EQ 比伊的 IQ 更较重要。就是你的情绪的这种管理，你的情绪管理如何？那讲无久以后，你就开始受气起来时，你当然人就无办法甲你来沟通一个。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。一个人会当要安怎会当成功的时阵，是甲伊的情绪的这种控制有非常大的这种关联的。所以咱若要沟通，甲别人沟通的时，咱知有好的这种情绪的管理是非常重要。所罗门王伫箴言12章18节，底下讲这句话，华语讲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，台语讲讲话所行的人，亲像刀咧插人。就是你讲话真安尼无注意，凊彩就讲出来，真鲁莽，就照着个安尼爱讲啥就讲啥是，但是这就敢若刀咧插人共款。你毋知会当注意着讲，你学了某一个人。这个学了的话，经过1年、2年、3年，可能就早就袂记咧啊。但是你若讲着啥物去插着伊的心的是，一世人甲你记条条，免讲是1年、10年、20年嘛，甲你记条条。你捌讲过啥？讲的人完全都毋知，早就袂记咧啊。但是迄个物件因为插着伊的心，伊就常常记伫迄个所在。这是非常咱爱来注意的。当然，咱无真毋茫诚做迄个讲着插着个人。但是咱另外各一方面，咱嘛莫诚做迄个一直记伫遮个部分的这人，咱若有即个好的情绪的管理的是，好的 EQ 的时阵，咱较会当去面对着这个。那今日圣言节非常长，所以我伫这所来简单来讲即个圣言节，我甲分做即个8点伫遐来讲。代表伊去到一个所在，伊知影迄个虽然叫做拿巴，这拿巴伊是好野人，伊就要找人去，毋茫人对拿巴伫个所在来讨着食米。因为缀着代表咧行的人至少有600个人以上，这个人是也倒有600个人，佮其他遐算起来，我看是1000人走袂去。因伫遐佮受到所罗门王伫遐咧掠，叫所罗王，毋是所罗门王，是这扫罗王。所罗王伫遐咧掠的时阵，到处伫遐咧比的是，伊要哪有当准备这食通用，所以就常常有人咧甲帮衬。但伊知影即个好野人拿把着伊就毋茫会当得着食。但是派人去讲的时，无拍算这个拿把听煞的时阵，竟然伫迄个所在不但无爱互伊食米，佮伫迄个所在个侮辱伊，讲大比到底是甚物人？大比是治罪啊，亚瑟的囝是治罪啊，遮尔侪人咧逃走中间，我当通将我的米来互伊食，甲看真无伫咧，所以大比就非常的生气，就倒转人倒转个报告伊讲，派400个人举刀，准备要甲即个拿把伊厝里查甫人拢总个刣死。甚至就抓讲到明仔载即个时阵，即个因个厝里查甫人，若拢无死的时，原神来责备我。这是一个真重的一种就抓伫咧，表示讲伊系决心要去做这样代志。迄个时阵，即个拿巴有一个即个伊的少年人，就是法务办讲伊是伊的请，伊就紧走去甲伊的即个拿巴的太太叫亚比该甲伊讲哦。咱的即个拿巴吼，咱的主人吼，伊安怎甲即个侮辱即个代表吼？我想即个代表应该是要掠倒咧杀咱。你若无经去处理的时，我看咱遮拢性命不保险安尼吼。所以即个亚比伊的太太亚比该无讲任何话，就开始传足侪物件，紧走去即个代表的经过路。看到代表即个军队来的时阵，伊就趴落伫涂骹，伫遐甲伊讲一寡话伫咧。伫遐回忆的失礼，然后咱可能去看到伊详细，当伫遐讲啥，然后伫迄所在苦劝代笔，讲伊毋通去闹人，毋通有即个闹刣死人的即种会悔的罪伫咧。伫遐来苦劝伊，咱看见代笔就伫迄所在接受伊的苦劝，然后甲伊的食米，甲接受落来，感谢伊的提醒。隔顿工，即个伊的太太亚比该则去甲伊的先生拿巴讲。拿巴惊一个，就伫个所在讲，惊一个到规个人身躯拢种石头共款袂震动。记载讲，上帝就互即个10天了后，就拿巴摕去伊的性命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过身。然后代表就去找人去甲即个亚比该讲，要带伊来做某。这是今仔日所谓即个记载中间。当咱咧学习要安怎讲话即个。
沟通的艺术中间，咱有讲到听就要紧，讲就要慢，然后受气就要慢。今日中间即个互动中间有几个例，互咱看，有好的例，也有即个歹的例。头一个咱看伊即个歹的例，就是即个喇叭，伊是个高受气，无办法伫遐个沟通的一个人。圣经内写着讲，伊的性情凶恶，无人敢甲伊讲的是一个无办法伫遐来交沟通的人。这记载25章的17节。代表找人去甲即个喇叭讲的时，其实伊是照着慢，讲就要慢，就是非常有条理。伫遐讲到事实，伫遐讲到即个伊的感觉，以及伊的期待，伫遐讲出来。陆续记载伫25章第7节、第8节所在。伊伫第7节所在，伫找人去遐讲时，就讲有人伫你遐甲你剪羊毛，你的牧者捌甲阮大，阮无欺负伊。因伫加密的时，袂捌失到啥物，就甲这事实讲出来。我甲恁遮萝卜，其实是我暗中拢咧保护恁啊。这个意思是咧讲，这个我甲恁是一个咱是应该是好的关系，毋是敌人一个。然后感觉时就讲，愿我的少年人伫你的目睭前得到恩典，因为阮来是好日子。当我派遮个人来时阵，阮是毋茫带来带来是一个好。是含你一个好的关系，毋望你会当施温伫因的身上，然后讲出伊的期待是啥？25章的第8节后壁人讲，求你照你的手随便摕淡薄，互你的萝卜甲你的囝大笔。哇，大笔伫意思讲，我是你的囝大笔，迄是一个谦卑的讲法。上是我相信，伊嘛是诚要诚做以色列人王的时阵，伊嘛想起讲，我王是要服侍人，毋是要互人服侍。所以伫遐谦卑，家己讲，伊是即个喇叭的即个囝，叫伊讲毋来当摕淡薄伫迄个所在来帮助伊无。我相信即个是非常真清楚，讲就爱慢，就是讲了非常清楚，经过思考伫遐讲出来的话，甲事实、甲伊的感觉、甲伊的即个期待拢讲出来。你若是喇叭的人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，这个人对我的即个路，对我的即个请有帮助。因为伊甲阮顾守啊，因等于咧饲养，伊拢甲我照顾。我嘛知影伊需要是啥物，但我是好野人，我来当帮助伊，我就帮助伊啊。我相信咱的心应该是安尼，因为你听了非常清楚。无拍算即个喇叭，伊伫迄个所在讲出来的话是啥物？伊讲大笔是治罪，亚瑟的囝是治罪，近来做萝卜陪伊的主人，我的饼，我的水，甲为着剪羊毛的人。我所摕精神的肉，要互摕羊毛的人，我检通互这个我毋知伊对倒落来的人，代表伊哪有可能无听去？代表已经受我由诚做以后的以色列人的即王，伊伫迄所在咧逃走，哪有可能毋知影？即个人伊竟然用安尼来侮辱伊，到底是甚物人？恁老爸囝是甚物人？即个讲到我通从即个物件互即个人。甲代表甲伊个人归类参像遐个咧逃走遐个人，背着伊个主人咧逃走个人，咱会通非常的清楚知影，代表是用讲就爱慢安尼来讲，但是即个喇叭伊完全无听就爱紧，咱学习的听就爱紧是啥？要用同理心伫迄个所在听，伊敢袂当听在讲即个代表，伊讲这个话，找人来讲这个话意思是啥物？伊是求和。伊是咧和平的使者来，伊是毋望伊会当得到帮助，是安尼，毋是要来甲伊对敌的。伊完全无即种同理心伫迄个所来听，然后佫毋拿咧佫侮辱伊，毋是讲我歹势，我无办法安尼。我相信代表嘛只有鼻仔摸咧就好啊，毋是佫伫遐侮辱伊的时阵，咱看见就是代表伊就要行出伊所要做的。即个时阵，咱看见喇叭伊的太太亚比该伊出现，咱看见伊所做。伊所做，伊乃是一个非常有智慧，甲伊会当将即个应该引起一个真无好的代志时，伊伫所甲煞了即个情形去。咱看见代表已经带400个人，即个带着刀伫迄个所在要去来杀伊，伊伫迄个所在安尼讲，伊用歹报我的好，凡若属伊的，我若留一个查甫囝，到明仔天光，愿上帝。照安尼款待代表的对待，也比安尼佫较重。代表伫迄所在咒抓，
若无将遮个抬死，遮囡仔查甫的拢甲抬死时，愿上帝你刑罚伫我心中。用即种下动话，伫即个所在是加在有一个喇叭，伊的即个请，伊的仆人，咱台务办公室伊的少年的，其中一个少年走去甲伊即个祖庙，就是伊的主人的即个太太伫个所在讲，遮个人款待阮真好，阮伫因遐食饲羊的时，因迷离做阮的肠胃。当你着知，也着拍算，看你要安怎行，因为有定着意思，要害阮的主人甲伊的全家。即个少年人走去甲伊的祖庙来讲这个话，你看伊即个少年人，伊讲了嘛非常好啊。伊嘛甲即个事实先讲好，伊嘛知影哦，有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当伊的期待，毋望伊的祖庙会当紧去处理这个代志，若无咱就害了。有人讲了真正确的时阵，主庙听到，主庙听到亚比该听到时，伊就知影要安怎做。虽然看伊圣经讲安那，伊就马上准备足侪食物的，包括有饼、有酒等等，佮抬只羊，然后就赶紧到半路，大逼要出现的所在，伫迄路底下撞着大逼的时，马上伫迄所在拍落去，伫遐来讲几啊句话。咱第一个，伊就先动力伫迄所在先讲，外主无伫治愈即个无下落的人拿巴，因为伊的名怎样伊的人款也是安尼。伊的名叫拿巴，伊做人可怜愚戆。原来圣经讲拿巴的意思就是佫愚，佫戆，佫顽固，就是真固执啊。这个人家己无讲真聪明，佮照着伊家己的意思安尼，所以想讲伊足敖安尼共款，伊就甲同理即个代表讲啊，你一定是这个人莫插的，这个人讲就是一个甲咱无共款水准的人，伊讲的话咱无必要相信伊，伊就是敢若伊的名共款，就是迄个愚戆的人先付出即个同理伫咧。我相信安尼嘛，互代表听了会感觉讲，伊若甲伊若硬要安尼做时，伊会感觉讲啊，我着敢若拿巴共款，遐尼愚戆共款。所以一个动力互伊会当了解着代表上司嘛意思，互代表会当明白，咱无必要甲伊共款。然后讲到事实就是讲，伊来的时阵，我并无去拄着，无去撞着伊。然后伊就开始讲到伊的想法，伊的感觉是啥物？伊感觉讲，耶和华既然禁止你犯着害死人的罪行，用你的手报家己的冤仇，所以我只因我耶和华甲你的话命来就做讲，愿你会对着甲计无合理的人，拢亲像拿巴。这是伊的想法，咱无必要甲伊计较啊，咱无必要甲伊共款何况咱的神嘛是无爱咱害死人啊，无你会去犯着咱啊害死人的罪伫咧。咱无必要甲伊三角来计较，讲句伊的想法了后，然后讲着伊的期待是啥物？记在60到31节，底下讲着4项伊的期待。头一项求代表毋免亲手来报即个，因为你会闹死人的罪伫咧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讲求代表将伊这食物甲收起来，因为要互伊这第二个这个人伫咧。所以你若想到你遐第二个这路盘，你自然收这物件起来是。你若收到伊的，你大概就会较会听伊的话。所以真有智慧伫这所在讲这个话者，搁伫遐甲所有这无好代志拢挂伫伊的身上，讲求赦免伊这个奴仆的罪。也比该为头到尾也无去做啥物，伊也无去讲啥物话，顶多是最好代志。但是伊伫遐讲求代表来赦免是伊的罪伫咧。然后，佮伫迄个所在提醒代表以后做王的时阵，较免伫迄个所在心感觉真不安的咧。咱看起，我毋知你若听见有一个人安尼真有同情你，佮伫遐知影你的情形，啊，佮用伊的想法讲出来，佮甲伊的期待讲出来时，你的反应到底是如何？咱看起代表伊的反应是啥物？伊伫迄个所在的懊恼，伊伫遐来感谢伊，伊伫遐伊就开始无受气，伊讲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是应该懊恼的。你的地位通懊恼，你本身也通懊恼，因为你今仔日阻挡我犯着害死人的罪，无用家己的手报家己的即个仇仇。你通平安倒去你的家，看我有听你的话带着你。哇！代表迄个时阵，
发挥伊的这啥受气就办。伊一开始有受气有办无？我相信是无。听到就非常的受气。你想看卖，一个人非常的受气，已经带兵带400个人要去杀一个人，这种受气毋是普通受气，迄也是下真大的决心伫咧。你哪有啥物办法会当来改变伊的想法？但是无拍算这亚比该敢若讲安尼说尔啊，伊就伫遐来改变，不但改变，搁来说多些，搁来讹了上帝。讹了上帝敢若有找人伫迄所在来阻挡伊。互伊袂去犯了这种害死人的罪伫咧。大笔伫这个所在，伊的反应是咱来学习的。伊伫迄个所在受气就办，伊可能一开始无遐尼啊，真紧的受气，但是这时阵经过人讲以后，伊就谦卑的心，所以就伫迄个所在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多谢来感谢伊。我相信咱嘛常常会去当着，当咱足受气的时，毋通袂记，代表即嘛是足受气的呢。带兵要去杀死人，哦，迄是满腔热血共款，准备要去共灭族共款。会紧的，咱一句话伊就安落起来。讲的人的话非常重要。第二是啊，伊有一个谦卑的心伫。因为咱尾啊看见圣经中间写的代表讲啊，伊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伊知影上帝心意是啥物，所以咱真紧就去啊思想着上帝爱伊安怎。神在遐，伊嘛想起这扫罗王既然要杀伊的时，伊有机会当杀扫罗王，伊嘛毋敢杀，伊讲这是上帝所设立的王，我哪通杀伊？所以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当有人甲提醒的时，伊就知影。咱倒转来想咱家己，咱若无常常读上帝话语伫咱的心中，咱哪会知影什么是对，什么是毋对？有人甲咱提醒，咱嘛无一定会当知影，因为咱无上帝话语伫咱的心中。所以咱最近一直咧推动，咱都要每日咧读圣经，每日研经释义。你著对圣这本行的是5年，你甲准规本圣经拢读煞，虽然袂拢记的，但是你读起都有印象的。当有一人甲你点醒、甲你提醒的时阵，对啊，无毋对，耶和华上帝无爱咱有迄个害死人的罪伫咧。哇！代表马上知影对啊，我差一点就去做即种人伫咧。有人甲我提醒的时，伊就伫迄个所来讲来学了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是应该学了的，伊就听落去，就多谢即个亚比该伫咧，也感谢有亚比该来提醒伊，然后伊就倒转去。咱看见亚比该伊倒转的时阵，即个伊的先生拿巴酒醉，伊就无甲讲话。过两天甲伊讲话时阵，咱看见即个拿巴就规身躯就伫迄个所在拿石头共款。经过登去啊，经过10天以后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死去。伫遐所在讲，耶和华就摕伊的命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死去。这个代志到这个时阵的时候，咱看见还未结束。这个代笔伊就搁找人去听见这个拿巴死的时候，就去甲这个。伫迄个所在，伊就讲应该着学了耶和华，因为我对拿巴的手所受的凌辱，伊有甲我伸冤，佮阻止罗波行歹，耶和华也互拿巴的歹归伫拿巴的头壳。内边伫这个所在来献上伊的感谢，因为伊感觉伊受到冤枉，神已经耶和华上帝已经替伸冤。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咱常常会去当着。受人冤枉，受人误会，人毋知影咱的心意，伫迄个所在来误会咱，甚至有更较无好的代志继续一直发生时，当即个时阵是安怎？圣经中有几样位讲起，别人毋知影，但是上帝知影，上帝知影咱的情形，所以你倒转去，你要准备要去甲人伫迄解说，你解说袂了。你哪会知影听讲是偌侪人？你哪会当甲所有人拢讲无可能的代志？但是你有一个人通互你挖靠，你靠伫上帝面前，你甲上帝面前伫遐所在来祈祷，上帝知影你受到冤枉是甚物。圣经嘛甲咱讲，上帝伊要正做人，要伸咱的冤伫咧。代表伫即个所在非常清楚证明互咱看，伊所相信即个上帝是啥？伊受到拿巴的侮辱，伊准备要用伊的方法用刀去杀死因。安尼嘛无办法解决问题，颠倒甲伊的罪加重一条，杀死人，
因为你互人侮辱，你就话安尼去杀死人，安尼你以后嘛是做甲伊共款啊。人真生气的时无去想着食的，但是有人甲伊苦劝的时，他伊伫这所在接受了时，伊伫遐来献上感谢，因为耶和华上帝为着伊来伸冤。我相信代表这点也真值得咱伫遐来学咯。咱常常受到冤枉的时阵，咱受到不平的对待的时，咱会记转到伫主的上帝，主的面前，伊绝对知影咱受到这种苦的咧，伊要甲咱伸冤，咱来当深深来挖苦着伊。咱看见这边，咱所学习，这有今仔日有看到遮尔侪人内底的时阵，包括有这个大笔，这个亚比该，还是这个大笔，还是甚至这个拿巴的这个请的，伊所去伫遐咧所讲遮等等遮，拢是诚侪咱会当去学习的。特别这个亚比该，伊的这个情绪管理，伊的同理心，伊的这个智慧，圣经中介绍伊讲，伊是长命阁水的妇人人。有影真正是长命的，所以伫遐最后的时阵，伊的先生已经过身，大笔就伫迄所来带伊做某。咱看见今仔即中间是，遮个人有好的例，有歹的例，要互咱来学习。咱毋通参像迄个拿巴骄傲、自转的咧，想我家己是上界厉害，伫遐看无别人去，无尊重着别人去。咱看见大笔，伊伫迄所在要去甲拿巴讲，伊嘛真有即个。慢慢讲就慢慢咧，豆豆将即个事实、伊的即个想法、甲即个期待讲出来。咱嘛看见亚比该要安怎去苦劝大便，嘛是共款。头前甚至佫加一项，我有听就紧，我有动力。怎啊？即个拿巴就参像伊的话、伊的名共款是牛讲的，咱莫插伊，然后再去讲起伊应该讲的。有遮尔侪互咱来学习着，包括即个去报即个萝卜，伊嘛是伫遐真明显来讲出来。所以亚比该就知影讲，伊爱安怎来做。咱伫即个沟通艺术中间，就是要互咱会当学习起来。这背后就是有一点，因为咱有同理心伫咧。所以咱若要即个好的即个沟通的即个艺术，咱就建立一个同理心的顶头。咱对这三颗心，咱来看见讲，听就紧的时，你是用同理心去听；然后讲就慢的时，你爱用同理的心去听了的时，你就开始讲你的代志的事实。你的即个想法，甲伊个你的即个期待，伫迄所在来讲出来。啊，今日佫学习到，你受气就办，其实特别讲，咱应该有好的即个情绪管理，咱的 EQ 爱好伫咧。咱毋忙主帮助咱，伫咱即个月中间的学习，毋是干那知识知影讲啊，即句即个圣经在我已经背起来。雅各书甲咱讲，咱讲话就安那，听就安那，要紧，讲就爱慢，受气爱慢。哇，这4礼拜拢咧讲这些，我拢记条条啊。但是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竟无照安尼做时，咱就失去咱的意义伫咧。灵命操练就是爱操练，操练就是一遍、2遍、3遍，一遍无好，搁一遍，搁一遍，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。咱若无安尼做时，我想这个灵命操练就失去伊的意义伫咧。咱逐年拢有经2段时间伫迄所在咧操练。毋通逐摆操练拢有一个主题伫咧，即个主题真正诚做咱的帮助。伫咱生命中间，咱看见每一项都开始愈来愈进步，人甲人的关系就愈来愈好。即灵命操练毋是干那甲上帝关系，嘛正到伫咱人甲人的即个关系里。望咱有信心会当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有好管理咱的情绪。望咱会当结出迄个信心的轨迹。诶，最后一粒就是伫迄说讲爱节制。爱节制，你若会当安尼，只要忍耐一下，你就会当伫迄这情绪管理就会当个。他有到底有啥物方法会当较忍耐？真侪人分享伊个方法，有人讲啊，你着深呼吸一下，可能就有帮助。有偌大帮助我毋知。啊，嘛有方法讲，你着暂时着先离开，知影你要受气啊，喙合起来，莫讲话紧离开一下。过一段时间，你搁倒转来时，就已经完全无共款。嘛，真侪人讲着讲，受气中间绝对毋通做任何决定，毋通讲出任何话出来，因为迄阵讲大部分80%-90%拢是毋对的，拢是一种情绪的话题。我毋知个人有啥物方法会当互你的受气慢，但是这就是操练。逐人拢方法拢无共，所以博士部直接袂叫你讲用啥物方法，你家己应该找出一个方法，讲啥物方法，我知影受气会慢，到底要安怎？
无使用的方法，逐个行走，啊无就是莫讲话。但是这啥物是上好，我嘛毋知。至少伫迄段时间会产生代表讲，袂去犯着迄个无好罪，或是骂人，或是伫迄个所在讲一寡真无合理的话，还是一寡后患无穷的即种话伫咧。我相信这是拢咱伫即个所在要来学习的。毋茫伫即礼拜中间是，咱会当学习，因为题目中间有一题伫遐来讲，你毋知家己有最近有一项什么代志？互你安尼真受气，啊！这项代志若个胃头过来的时阵，你既然学习着安尼，你毋知你要安怎讲？你要安怎去面对无？你要安怎来管理无？毋茫咱伫小组中间会当有这好的讨论，就真做咱的帮助。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愿意下精神来做操练的人，就真做咱性命的帮助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大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伫这顶过一个月，阮伫咧学习变怎沟通的技术中间，阮来学习着应该伫遐来听爱紧，讲爱慢，受气也着爱慢。但阮常常会陷落伫阮的情绪的控制下面，常常阮真紧着伫遐来受气起来。阮哪亲像迄个喇叭共款，是一个牛讲的，求主你怜悯，互阮知阮是软正的，所以阮要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互阮会当学习参像伊雅比该，参像代笔伊。一开始无一定是即个手气就慢，但是尾啊，伊伫遐来学了上帝，因为伊切肯雅比该伫迄个所在来帮助伊。毋茫阮听起遮个，阮家己来操练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就会当真做阮的帮助。求主你祝福每一个愿意下精神、下时间来操练的人，互因的生命拢总得到主你的祝福。互阮伫沟通艺术中间的学习，就真做阮的帮助；也阮甲人的关系，就安尼会当得到帮助。有机会就当将福音来传出。阮为着这个操练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阮的信仰。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民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。是行审判甲拯救，在小玛利亚出世这，对伊的受苦，定是伫假死国外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搁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的中间，赏赐开立。互阮伫百姓中做见证，伫教主过来，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使者，是普世的，佮定根伫本地。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毋忘的记号。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得赦免，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。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。负责任甲依三甲管理世界，对安尼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各追求精神的心，总是人有罪误用这个文字，破坏人万民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死中得到逃跑。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，伫耶稣做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